被告人秦江因犯组织、领导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情节极其恶劣，被判处死刑。报告，准备工作完毕，请下达执行命令。立即执行。儿啊，你啥时候回家呀？妈想你了。滚出去！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大哥，还记得咱们当初的口号吗？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记住，我叫秦江，以后看见我，把头给我低下。江哥，以后直大这个地方，我只认你。江哥，我打算退出黑龙帮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没死。我重生了。I'm walking in the sun and around and around. I can feel love and feel down. I'm walking in the sun and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. In the sun and around. 叫人！弟兄们，我们的口号是：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江哥，快走啊！好，好。你把我老公的命还给我！太好了，大家都还好好活着。混社会没前途，就算混得再大，依旧难逃法律制裁。这一世，我绝对不能重蹈覆辙。江哥，卧虎村那边来电话，说让咱们出50个人去占场子，1人200，车接车送。不去。哥，1万块钱就去站站，动不动手都不一定，这活不多呀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以后所有类似的聚众斗殴都不准参加。行，上一世兄弟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残的残。既然重活一世，那就带兄弟们彻底颠覆人生，登堂入室。请你不要迷恋哥，哥只是一个传说。秦江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我不是让你往我卡里打6000块钱吗？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赶紧给我打钱！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江哥，嫂子她I miss you。老妹儿，跟哥上网去。你请客啊？今儿消费，哥包了。放开那女孩！你们干什么？不是你丫有病吧？快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好喜欢这个包包。3999元，你喜欢，我送给你好了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宝宝，我这个月又给你攒500，爱你。江哥，怎么一直吃馒头，没生活费了？滚犊子去！下周就是我生日了，秦江，你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大夫，我想有偿献血。对不起啊，秦江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啊。以后就不要来找我了，我怕他会误会。立刻马上给我打钱，否则我打你个锤子！柳如烟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前我给你花的钱全算我借你的，1周之内还我，要是不还，你就给我等传票吧。爽！阿正，在，把我之前给他转账的所有流水都找出来，再去找一个最好的律师。1周之内他不还钱，直接给他发律师函。好，大哥厉害呀！大哥厉害呀！大哥厉害呀！你敢骂我，还挂我电话！我柳如烟绝对不会再给你打一个电话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哎，美女，手机已经帮你包装好了，一共是5999，你是刷卡还是现金呢？如烟，你是不是拿错卡了？对呀，你以前买各种奢侈品不都是靠你自己写书赚的稿费吗？难道钱还没到账？我就是拿错卡了，我现在回去取。哎，同学，手机已经拆封了，不付款不能走，你可以让你同学回去帮你取卡。也行，我再打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秦江，你给我等着！现在手下几十号兄弟敢想敢做，只要路线正确，反而是个不错的班底。互联网、金融、房地产、短视频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先赚够第一桶金。我记得护理学院后面的那片废弃工厂，是不是最近准备拆迁了？哎，江哥，这工程学院跟物资学院又干起来了。3天一小打，5天一大打，这有啥好稀奇的啊？管他们呢，来，对 A， 要不要？前一世有个叫白露的女生，意外死于火拼，后来才知道她哥是侦查处处长。阿正，49，跟我走一趟。云老二，你纯就是个废物，还有你的杀马特呢？你不是跟兄弟们吹牛说你挺厉害的吗？怎么厉害到脑瓜子让人家给开瓢了？你行？你刚才挨打的时候没有吱哇乱叫啊？有本事你上啊！哼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miss you every day。只想哎，站住！哪个学院的呀？物院的，咋了？哈！老子打的就是你物院的！兄弟们，给我围起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看谁敢动他！谁呀？少管闲事儿！他是谁？江哥，救人！江哥好！刚才那话谁说的？江哥，这都是误会，误会。道歉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。
你们呢？对不起。不知不觉不问，不痛不痒，多少的时光，不确定的某个夜晚，想象泪悄悄流淌。太帅了！哥，那女孩你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？不认识你喊我俩来一趟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老板，读考器怎么卖？5块一个。来一个。哥，你要这玩意儿干啥呀？挣钱。我能跟你混吗？你收我当小妹呗。我可以交帮费。你呀，先把你这身行头换了。走了。大哥，不是说挣钱去吗？来这儿干啥呀？咱也开一个。想挣钱，就必须把这发型给换了。就你们这头发，我这儿。哥，留头不留命，留命不留头啊！爱换不换。你不要再迷恋个偶哥，只是一个传说。虽然我舍不得，可是阿正，咱们手里面还有多少钱？差不多5万。把每个仓买的备用金都取出来，凑够10万，最少也要8万。天黑之前必须凑齐，不够就让底下的兄弟们凑。好。江哥。开心跳动，迷迷糊糊地变过去，多少快乐朦朦朧朧地在这里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秦江，枉我特地来直达，想给你个机会，你却跟别的女人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一次你要不大出血，就别想让我原谅。他是谁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秦江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这个女人立马赶走，你再跟我道歉，否则我就跟你划清界限，再也不理你了。一言为定啊！希望你呢，说到做到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次来是来找我还钱的？哎呀，秦江，最近没来找你是我不好吗？最近新上映了一部电影，咱们一起去看好不好？请我看电影，咱们什么关系啊？朋友啊。朋友啊，让他滚！秦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住手！你欠我大哥那5万块钱，什么时候还啊？今天你要不给个说法，这直大你就出不去了。什么说法？那些钱是秦江自愿给我的，还什么还？秦江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你要我一个女人还钱，你要不要脸呐？掌嘴！好嘞。你敢打我？我妈都不敢打我，你打的就是你！我跟你拼了！5万块钱，1周时间，还不清，后果自负啊！敢这样对我，秦江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江哥，
江哥，白鹿呢？打发走了。江哥，你真打算让他加入咱们啊？以后再说吧。对了，订3张今天晚上去义乌的火车票。我带你们呀去挣大钱。江哥，我这就去办。喂，你们收保护费啊？ I miss you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二姐夫家表姐的小舅子是派出所所长，你信不信我立马打电话报警？老板，我们是来做生意的。听说你手上有批接口器，便宜的，你懂的。哎呦，谈生意的，早说呀，吓我一跳。我这手里啊，确实有一批便宜的，但是量少啊，不卖。20万。多少？20万。那走啊，走，快！来看看啊，随时验货。老弟，我看你一次性要20万个，我给你个实价，8毛一个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读卡器售后可只管1个月，以后出什么问题跟我没有关系啊。售后才1个月，那不残次品吗？哎，这话说的，那残次品才卖这个价，那市场上你打听打听，谁不卖2块以上？4毛。啥？4毛，你出邮费，我有渠道，下次还找你。不是老弟，哥们儿是真不挣钱啊，就这8毛我都是亏的。这样吧，6毛行吗？邮费我出。4毛。这你不能咬着这个价不松手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已经我都赔本了，不能再低了呀。就4毛。我说老弟，你这怎么这么死心眼呢？你说说你，你再骂我大哥一句，你试试，我弄死你！一句话别给人打死啊！你不带这样的啊！那什么，我二姐夫表姐小舅子派出所所长啊！行，4毛就4毛，行吗？成交。运费你出啊！这赔本买卖干的。你的背叛已经伤了我太深，不知是否应不应该认真。也许你以后会改变自己。救命啊！干什么？不服气？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你接着狂呀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给我把他的衣服扒了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不是很喜欢勾引男人吗？我就把你的视频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模样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关你屁事！给老子滚蛋！别走！救救我！救我！我是直大的老师，你们再不赶紧放开他，我就要报警了。老师？喂，是治安队吧？对，我在回车巷这边。坏老子好事儿，我记住你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老师。秦江，我可被你害惨了，这回我看你还怎么拒绝。兄弟们，南边的货已经到了啊！大家按照各自分派的地点，下午统一出货。记住，一定要快，速战速决。干活。江哥是真牛逼啊！这次卖读卡器赚大发了。秦江，你居然敢跟刀疤抢生意，
简直就是在找死！四哥，出大事了！ I'm walking in the sun and around and around. I can feel your love and feel found. I'm walking in the sun and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. In the sun and around. 江哥，45万，兄弟们基本上都回来了，没回来的也说还能有4、5万。这回卖图卡器，咱们挣了50万，50万呢！拿5万块钱给兄弟们当奖励，告诉他们，我秦江绝对不亏待弟弟。 好。你是说，就是这小子抢了咱的生意？刀哥，此人乃学院大混子秦江，专靠给附近村子充场子挣钱。他在我面前屁都不是。去，带10几个兄弟找他，让他吃了多少都给我吐出来。是。 秦江，怎么了？柳如烟带人把我给打了。因为上次校门口的事儿。嗯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连累你了。你说吧，想让我怎么做？我想跟你混。不是这，江哥。 不好了！那刀疤知道咱抢了他生意，派人来闹事儿了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想跟我混？行啊。不过待会儿刀疤的事儿，你得出面。我？你知道我的身份啊？哎，谁叫秦江？给四爷我滚出来！你们竟然还敢自己找上门来！哎，就你叫秦江啊？不是你是哪个嘚儿啊？也配让我江哥出来？小崽子毛都没长齐就出来混社会！弟兄们，给我往死里打！秦江这小子可真能惹事儿，从哪儿招来这么多校外小混混？马上报治安队！等一下，有事儿。徐队，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你们吗？我们自己解决。就是吧，这监控，你放心，我们下手有准儿，肯定不带出意外的。再说了，就校外那帮人这么来咱学校闹事儿，就这么走了，咱学校的脸往哪儿放啊？ 哎，这学校最近这监控老不对劲儿。谢谢了啊。嗯。大哥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你撒开！我刚做的发型。 啊！让你狂，你嚣张啊！你在狂啊！我要报警！我的眼睛！兄弟们！
给我跪下！我错了，大哥，别打了，大家都是道上的，给点面子，给点面子。谁报的警啊？是我报的警，你可算来了，你要为我做主呀！勇哥，勇哥，是我。老四，治安队执法，给我统统蹲下！勇哥，你瞅瞅，这帮人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你可得把这帮地痞流氓好好管管。就是，他们白日行凶，无故伤人，像他们这样的社会败类，就应该全都抓起来，严加惩治。放屁！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？你看，治安员同志，当着你的面他都敢威胁我，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进去。对了，他们还有个头目叫秦江，这一切都是他指使的。就是，敢在学院路闹事儿，给我统统带走！不知道我兄弟犯了什么错呀？就得把我兄弟抓起来。秦江，你终于肯露面了。人赃并获，你还狡辩什么呀？他就是幕后主使。这校外混混来我们学校闹事儿，王涛他们身为3好学生，得到校园保卫科的允许之后正式驱逐，这哪违法？哪个3好学生拿棒球棍啊？我们学校刚刚成立棒球社，手里有根棒球棒，合理吧？哎你，许队长、许东、刘队长，去，把你们学校监控调出来，我看一下。刘队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学校监控坏了。刘队长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学校保卫科人手严重不足，这学校这么多女学生，这帮小混混进来，王涛他们确实下手没轻没重的，那不也属于正当防卫？总不能站着挨打吧？真是笑话！像秦江这种混子，什么时候还变成好人了？像他这种社会人渣，早就应该把他抓进去。直大的风气什么时候那么差了？啊！哎呦！勇哥，我被打得好惨啊！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，勇哥！行了，秦江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什么鸟样啊！今天我就把你们这帮人都抓进去，带走！活该，这就是报应。别看热闹了。对了，刘队长还有他。这个人跟他们也是一伙的，刘队长，你要把他也抓起来。给我闭嘴！勇哥，你这……白大小姐，你也在这学校读书？别扯开话题，今天这事儿说破天也是我们正当防卫，大不了就把我哥叫过来，看他怎么判。刘队长，你们认识？这位是白处长的妹妹。什么？难怪江哥当初选择救下白鹿，原来他早就知道这个消息啊！啊，那个白小姐，上次那事儿都是她指使我干的，我知道错了。刘队长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薛四身上还有案底吧？有案底还敢在学院路闹事儿，把他带走！不是，勇哥！不关我的事儿，是薛四。薛四说是秦江抢他的生意，所以他才带人来闹事儿的。
我就是路过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就走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刘队长，今天这事儿确实跟他没关系。既然原告不追究，你就算了，但薛四我一定会秉公处理。今天这事儿，谢谢了啊。没事儿，不管谁来学校闹事儿就是不行。秦江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你要是进去了，谁给我还钱呢？你要是对我有看法，你就冲我来，别伤及无辜，给白鹿道歉。秦江，我之所以那么做，是因为我吃醋了。你说你之前对我嘘寒问暖、有求必应的，你现在怎么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道歉。你，对不起。跪着道歉。秦江，你就一定要这么羞辱我吗？我不跪。49，让他跪下。对不起。来，重说一遍。能不能别拍我？我这也不是跟你学的吗？快点儿！我差点忘了，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衣服扒光才行啊？别这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站住！你还想怎么样？什么时候还钱呢？我没钱。你老家住址、你班级位置、你父母联系方式我都知道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什么时候还钱？你再给我1周的时间，我把我的包包还有首饰卖了，才能凑够钱。这是你说的，走吧。你上次是不是知道我的身份才救了我？也不知道是谁口口声声说要加入我的社团，要跟我混，所以我才调查你。意外才发现你是侦查处处长的妹妹。真的假的啊？信不信由你。你明天去，拿我资料去注册个公司，公司按股份制，我占70%，你跟魏彪各占5%，剩下给弟兄们分了。哎，好，哥，你的公司起啥名啊？黑龙。好。谢谢。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。那个就是咱们学校的风云人物秦江啊。什么风云人物啊，就是个混混，也就能在学校里耍耍威风。等真进了社会，早晚吃枪子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秦江你好，我是陆瑶。秦江你好，我是陆瑶，你们班新来的实习老师。你好。我市刚刚打掉一个犯罪团伙，抓捕犯罪嫌疑人35人，郊区发生群体事件，参与人员已经全部逮捕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制裁。什么意思啊？贴脸开大呀？你对你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你应该好好学一门手艺，可以养活你自己，总比你在社会上瞎混要好得多吧。你不会是想追我吧？行啊，给你个机会，去开个酒店。
简直是无药可救。哎呀，我早跟你说过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也别生气了。咱不跟这种人渣一般计较。吃饭。你说什么？白处长，我查清楚了，前段时间白鹿被一群学生混混拦住，刚好秦江路过，替他解了围。他是学院中最大的混混，手底下有几十号小弟，平时就靠帮别人站队挣钱。最近白鹿老旷课去找他。秦江，你要成立公司，还要学校扶持，你想怎么扶持？给你钱啊？我听说很多大学都在搞学生创业扶持项目，咱们直大不打算与时俱进一下？我不知道你的消息从哪里来，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直大。如果我不需要学校出钱呢？不出钱？我只需要学校提供几个空场所当办公场地。我承诺，等公司壮大起来，我会给学校捐款，就是捐图书馆、教学楼也不是不行啊。就凭你，我会把那些不好的学生全都收进公司，保证他们不会再游手好闲，也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对学校而言，百利而无一害啊。至于公司，哪怕发展不起来，对学校也不会有任何损失。当然，有我在，公司不会发展不起来的。好，我给你办公地方，但是你不要让我失望，否则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好。混社会没前途，这一世绝对不能重蹈覆辙。既然重活一世，那就带兄弟彻底颠覆人生。还记得咱们当初的口号吗？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黑龙的正式员工了。我希望你们能够遵守规章制度，不管是谁胆敢违反，一律驱逐。是。江哥，这规矩该如何制定？你有没有什么章程啊？你去买一些刑法书籍，给兄弟们每人一本。这就是咱们黑龙的规章制度。高，实在是高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江哥深谋远虑，我等不胜钦佩啊！江哥，这就是你让我调查的废弃化工厂，现在划给护理学院了，已经闲置好几年了。去找护理学院的叶泽，约他明天见面，就告诉他有笔生意要谈。好。前世护院从大专突然升到3本，叶泽叔侄伪造了化工厂的承包合同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一世，这泼天的富贵，我要是不抢过来，那就太对不起老天爷给我的这次机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江哥，白猛那边来电话了，说想与你见一面，很有可能是为了感谢你救了白鹿。感谢是其次吧，更主要是怕我把白鹿给带坏了。那约个时间见一面。江哥，刚刚又抓了个闹事儿的。
我是来传信的。我家老大刀疤约你今晚在云顶酒店吃饭。江哥，那里不是学院路的范围啊，怕是……有点意思。回去告诉刀疤，我会准时赴约。江哥，怕是鸿门宴呐。回复白猛，今天晚上云顶酒店吃饭。哎呦，还得是我江哥呀！白处，您尝尝，这可是他们家的特色招牌菜。谢谢。秦江这小子居然不怕我，这跟预想中的画面完全不一样。都给我放机灵点儿，把这酒店前后门都给我堵死了，别让秦江那小子给我跑了。好嘞！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在云顶酒店聚众闹事。谁叫秦江？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我倒要看看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抢我的生意！今天不挑了你的脚筋，我刀疤就白混！你就是叫秦江吧？我这衣服可是牌子，班尼路。今天本打算打掉你一条腿，跪下给我唱征服。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决定打断你5条腿，给我上狠狠的打！报治安队了，你哪条道混的？你懂不懂规矩啊？第一，我不混道上；第二，这治安队也不是我报的。刀疤，怎么总是你在惹事儿啊？你把梨子没蹲够啊你？哎呀，刘队长，您说笑了，我就带几个兄弟来吃个饭。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违禁品。啊，都配合一下，哎，配合一下，好好搜。你这开着警笛来，就算有凶器，也早都转移了。白处长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个人刚刚还拿着凶器，扬言要挑了秦江的脚筋，听到警笛后就立刻转移了凶器。白处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秉公执法。黑龙、秦江、猛龙过江的江。行啊，小子，看样子你这是把我当枪使了呀。这不是正好偿还个人情吗？白处，您今天找我想说什么呀？让我妹妹离开你的团队，回学校去好好上学。我可以让她回学校好好上学。至于离开黑龙，得她自己申请，毕竟我们黑龙没有开人的习惯。好，这事儿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日后用得上的地方你尽管提。我想要公平，在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，您可以帮我伸张正义。就这，就这。维护公平，伸张正义，乃是我的职责。你放心，那就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
江哥，人到了。坐。秦江，你找我谈什么生意啊？承包？承包？你要承包护院背后那片废弃化工厂？没错。那你打算出多少承包费啊？1年20万，租期10年，必须一次性签长期合同。这种事儿你该找学校谈，找我没用，我可没什么话语权。别人不清楚内情，我却知道。护理学院的叶校长是你亲叔叔对吧？哈哈哈哈！秦江，我承认，我小看你了。这个工厂可以承包给你，不过20万太少了，具体多少我要回去跟我叔叔商量一下，再跟你说。好。江哥，建筑学院那边也有意向合作，让咱们去考察一下。这个废弃工厂，你打算承包出去？对，叔，我现在创业需要资金，化工厂承包出去，这笔钱正好支持我创业。你也知道，护院是私立院校，这件事儿啊，我需要跟股东们商议。叔，我有信心，1年之内就让我的公司规模破100万。再说，这个秦江他就是个混子，把化工厂租给他，用不了2年，他80%就得被抓进去，到时候咱再收回来不就行了吗？20万太少了，那块地起码也得50万。我也知道，但是叔，这个秦江他现在也在找别的地方。我听他手下说，建筑学院那边给的条件也不错，我怕价太高把他吓走。那你去谈吧，多少钱都让你来定。好。江哥，叶泽那边已经定下来了，35万1年，最多可以签10年。行的话，今天可以签。35万，行啊。不是哥，咱花这么多钱承包一片空地干嘛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你耐心等着，往后自然就懂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取合同去了，去把白鹿叫到我办公室了。啊？哦，行。我不走，我就要跟着你混。放心，没人要赶你走，但是要想加入黑龙，就必须得懂规矩。这每个人都得为团队做出点贡献，你能干什么呀？我交钱行不行？你觉得我差钱吗？那我……你学的什么专业呀？会计。那这样，那我就交给你个任务，如果你顺利完成，这屋里定有你一把交椅。真的啊？什么任务？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在所不惜。好好学习，尽快拿到会计师资格证。啊？学习？你想啊，这黑龙要是想发展起来，光靠弟兄多肯定不行，这金钱才是王道。黑龙呢，就缺少你这样的人才，所以我决定把黑龙的第2条命脉交给你。等你学成归来，就可以掌管黑龙的财政大权，到时候人人都得喊你一声陆姐。好，那我一定好好学习，争取拿下资格证。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加油！加油！我看好你哦。
总算劝回去了。只不过你要是真学到点什么东西，这财务交给你不是不行。刀哥，没想到秦江这小子关系网这么强，竟然认识白家的人。那读卡器的事儿就算了。这小子的背景指不定有多深，单一个白蟒就不是我能抗衡。为了读卡器，这点蝇头小利不值得。秦江的35万来的真及时啊！按照现在的销售额，一年轻轻松松几十万。明年这青年企业家的名号非我莫属了。喂，是我。真的假的？我现在就过来。说。快坐，快坐。上面忽然决定把护院升为3本院校，并下令扩大校区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招商。真的？可是，咱们不是刚把化工厂租出去了？我找你来就为了这事儿。那个位置对扩建十分重要。你去找秦江，就说学校对那块地另有安排，然后再重新起草一份承包合同，把化工厂承包给你。好，我现在就找他去。江哥好。秦江，我来就是跟你谈生意的。你这……什么生意啊？哦，还是化工厂那个事儿。那些股东觉得不想让学校的资产外流，所以呢就想把化工厂收回去，他们就非要叫我来。我呢就是过来传个话，要不合同废除啊。不过我可是给你申请了补偿啊，少说也有个几万块呢。怎么样？哼，打发叫花子呢。哎，那你想要多少？我回去跟他们谈嘛。拿合同给他看看。自己看，签合同时违约条款写得清清楚楚，甲方违约需赔付总承包费的2倍。总承包费10年350万，2倍。你想要700万？这不可能！我们黑龙是个正规公司，凡事都得按规矩。这是你逼我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，管够。江哥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违约啊？小道消息，护院准备升本了，化工厂那块地变废为宝。江哥牛逼！700万，江哥，我做梦都不敢梦到这么多钱。江哥，700万的利润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。一会儿我就安排人去化工厂守护，以防护院的人狗急跳墙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所有人不得随力外出，随时防止突发状况。要有大动作了。是。3赛1，不要王炸！今晚上去哪玩啊？去你妹！去你的！我看可以。
叶校长，我是拆迁队的楚国华。有没有信心拿下？没问题，放心吧，您就。这次他们要玩真的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！兄弟们，有人想踏入化工厂，有人想践踏江哥的尊严，有人不把咱们黑龙放在眼里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干！快救命啊！打人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就这，老子才出3分力，小崽子们都看好了，以后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兄弟们，别演了，干吧！废物！叶校长，来晚一步，恕罪恕罪。注意分寸。您放心，兄弟们，走！秦江，能让本校长亲自出马，你也足够骄傲了。揍他！谁呀，敢动我兄弟？不是他怎么来这么快？稳重点，你这样子能成就什么大事？记住，泰山崩于前要面不改色，切勿毛毛躁躁。叔叔教训的是，这刀疤怎么还不动手？秦兄弟，你这是怎么？这是你的地盘啊！我的地盘啊！嗨呀，你看这事情闹的，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上次呢是我的不对啊，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嘛。啊，改天我请你喝酒，为今天的事情赔礼，您看如何？酒可以喝，钱就不必了。哎呀，秦兄弟就是大气！这是我兄弟，黑龙的话事人，救江哥。江哥好。兄弟，那还需要帮忙不？黑龙的事儿，我自己解决就行。好，那我就先撤了。回头有事情，让下面人通知我。兄弟们，撤！这人谁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刀疤拿了钱不办事，说走就走？这秦江凭什么有这么大的威慑？喂，老赵，我要报警。江哥厉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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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机把车开远点，别让他们围上来。等着！
队长，您可来了！谁是负责人啊？赵队长，我是洪家工程队的楚国华，咱们一起吃过饭的。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这个化工厂是护理学院的地方，我们是正常过来施工的。可是这些学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阻止我们，更是聚众打人，十分的嚣张，还说什么这是他们的地盘，他们想打谁就打谁。哎，来，都过来！赵队长，您看看，他们都是被这群人打伤的。我们可是合法拆迁队啊！里边那个人就是带头的那人。非法聚众斗殴，带人！等等，怎么着？你有意见？不是赵队，咱不能听信他一面之词，但也得让秦江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行，叫那边的负责人出来。秦江，来！你是负责人，我是黑龙公司负责人秦江。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？化工厂已经被我们黑龙公司承包，从法律上说，这里已经是我们黑龙公司的私有财产。护理学院要过来强拆，我们来阻止，合理吧？合理，但是打人是不对的。对，哼，打人，这叫正当防卫，是他们施工队的人先公然闯入我司地盘，殴打我司员工，嚣张至极。我司为了保护公司财产和员工安全，采取是合理合法的正当防卫。有证据吗？猴子，队长要是不信，你可以自己看看。业绩开这个人情不好还。只要把带头的3个人弄走2个小时即可。从证据上来看，是他们施工队的不对，我们会把他们抓回去进行调查。你们几个也跟我们一块回去协助调查。抱歉，我不能跟你们一块回去。要是做笔录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派人。阿涛，你跟治安队回去看看。哎，我是当事人，你们是有什么想问的？我知无不言。不行，黑龙公司的高层必须跟我们回去，这是调查程序，是规定。那我要是不呢？你把他们给我带走！哎，别等，秦江的背后是白家。那既然秦总很忙，这个笔录也不是非要去做，秦总派1个人跟我们回去就可以了。啊！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几个打学生的人给我抓走！
昭，你干什么呢？老爷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，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。话已至此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秦江有背景，哼，他一个混混能有什么背景？狗屁！他没有背景能把赵喜吓走，他没有背景能提前知道护院升本，抢先把化工厂给承包了。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废物！干什么？唠着呢。哎，我小看你了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我们黑龙是个正规公司，一切都得按规矩。700万你就不怕吃不下撑死啊？700万我能找多少关系？从各方面让你寸步难行。你又能奈我何呀？那我要是跟你赌命呢？秦江，我提醒你，现在是法治社会。你听说过抽龙签吗？抽龙签，凡是中签者，不惜以性命去完成任务，或者是去解决掉制造麻烦的人，其余人必须给予优待，照顾其妻儿老小。你想对我动手？别斗来斗去，把自己命搭上。哥，他们会怕吗？会，但也会不甘心。来黑的，他们是不敢了，但来白的，咱们手续虽然齐全，也经得起查。可一个校长的关系网不是闹着玩的。咱们不是也有靠山吗？这饼都画好了。吴大校长总不能不吃吧？嘿嘿，那是。吴院长，最近这护院这么猖狂，哪是在打我们黑龙的屁股？这分明就是在打您的脸。哎，我看你们发展不是挺好的吗？护院这次的赔偿金应该不会太少吧？还以为吴院长是个人物，今日看来，不过也就是个鼠目寸光罢了。这辈子就只配混个副职。跟叶继开相比，你呀，不行。不用激我，没用。激你，你也配？他叶继开明知道我难缠，明知道为了几百万他不值得跟我斗，可他就是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面子，为了那一点点可能丢失的尊严，他仍要跟我斗。可你呢？你一辈子都万无一失，别人凭什么感激你啊？从明天开始，黑龙正式搬出直大，跟学校再无关系。等等，以前我的老领导也说过我类似的话，数落我固步自封，固守其成。没想到今天你这个小辈也控诉了我一番。喂，老领导，是这样，我有个学生叫秦江，哎，对，是这么个事儿，不要别的，只要公平。好，你要的公平我给你，可是你不要让我失望。从今日起，学校东侧那3层废弃的实验基地也无偿提供给你们使用。哼，行啊，像个爷们儿。输了，给秦江打电话，700万给他。靠，这秦江哪来这么大能量？
这帮人风风火火干啥去啊？看这架势，应该是发生什么大事儿。兄弟们啊，在江哥的英明带领之下，在兄弟们的共同努力之下，咱们黑龙公司完成了第一笔生意，获得护院拆迁款700万。兄弟们，归你们了！江哥威武，江哥牛逼，谢谢江哥！王涛，哎，江哥，这些发给下面其余弟兄们，按劳分配，每人最低500，不够就上我这儿取。告诉大家伙儿，跟着黑龙混，钱管够。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谢谢江哥？谢谢江哥！兄弟们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个人的保底工资提升到3000，上不封顶，5险1金，我给你们按时缴纳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白领，是社会精英。我不允许有任何人再说你们是不学无术的混混。哇！3000月薪呐，那我就可以给家里寄点钱，爸妈再也不会说我不学无术了。江哥，你就是我偶像。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阿正，去把云顶酒店的顶层包下来，我要宴请黑龙核心成员，在化工厂立功的兄弟们也叫回来。这帮小崽子连5星级酒店的门都没进过，去云顶怕是会吓着。世面嘛，多见见就习惯了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是。走，提车去。如烟，你看这款车挺不错的，外形时尚，动力也足，你觉得呢？你喜欢就好，要不是你替我还了那5万块钱，我才懒得陪你来呢。又不是给我买车。喂，经理，不好了，好像有黑社会的来收保护费了。秦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你好，我是这儿的经理，不知几位老板买车，不然干什么？几位老板能来这儿买车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不知几位喜欢什么车型？要不我让人给您介绍一下。奔驰600有现车吗？啊，有。我今天就要提车。有，可以，绝对可以。秦江啊，你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这奔驰600啊，乃是为集团高端人士打造的，造价100多万。你以为在菜市场买菜说买就买呀？柳如烟，你别以为还了江哥5万块钱，我们就不治你啊！喂，怎么跟女孩子说话呢？这里可都是卖豪车的地方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得来的。陈经理，这些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们保安是干什么吃的？找死是吧？秦江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混社会没前途。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让他动我一下试试。经理，你们店就是这么开门迎客的？你今天真要买奔驰600？这辆车售价可是135万。经理，这个人呀，我知道，在我们那儿是出了名的穷光蛋、小混混，你就别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了。
你们这是去抢银行了吧？快，赶快拿给财务清点一下。好，好。老板，您贵姓？叫江哥。江哥，江哥，您看我这有眼不识泰山。你们先清点现金，2个小时之后我过来取车。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经理，100多万的车，10分钟不到就买了，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啊！快走，快走吧，赶紧去办手续，这可是大客户。秦江不过是个混子，哪来这么多钱呀？如烟，我听说直大那边开了个新公司，好像叫什么黑龙，估计啊，他们也是给公司买车呢，故意在大家面前显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我就说嘛，秦江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？差点就被他给骗了。走吧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黑龙那边发钱了，据说手底下兄弟们人人有份，最少500，1、2千的也不在少数。不止，我听说那些核心人员更多，上万的都有。我靠，真的假的？一个混混公司竟然能发这么多钱，比咱们的工资都高，什么世道？快看那边！什么情况？领导下来视察了，咋没提前通知咱们呀？扯淡！领导怎么会开这种车？这得是哪个大老板吧？哎，赶紧站好！要是让大老板看见咱们在这偷懒，跟学校领导说一声，有咱们罪受的。哎，那个谁，小王，把门开一下。这些都是我们黑龙公司的车，这辆是江哥的车，把车牌号记住了啊，以后看到直接放行。都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开门！黑龙可是学校扶持的企业。是，快点儿！哎，各位老板，来往里走，往前，哎，走，跟着我走，我给你们指路。瑶瑶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表哥可是集团高管，年薪50万呢。关键是才30岁，可以说是前途无量。打招呼啊！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听丽丽说你也是理工大毕业的，那这可太巧了，咱们还是校友呢。瑶瑶最近对那个黑龙公司十分关注，她该不是还惦记着那个秦江吧？表哥，这是你新买的车吧？不便宜呢吧？不贵不贵，也就30多万，全款提的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不愧是集团高管，这可比那些自以为是、胡乱开公司的强多了。那些人啊，给表哥你提鞋都不配的。哎，哪里，哈哈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吧？好，吃饭。哎呀，这是哪个领导来视察来了？不会，这领导呀，他不会开这么高端的车，我估计80%呀是哪个老板过来洽谈业务的。表哥，你懂得真多，啥都懂。来，往前，哎，往前，好停。哎，这个位置很适合停车，一会儿我就让人改成专属车位。这么年轻，难不成是某个富2代啊？秦江？这不可能吧？他怎么可能开上那么好的车啊？这是蹭谁车坐的吧？还真是他。什么秦江？你们认识啊？
表哥，你这辆车跟他那辆车比起来，谁的贵啊？我，那可是 S 系列奔驰，要100多万呢。100多万！救人！杰哥，那个，我忽然想到下午还有课要备，吃饭改天吧。别啊！改天？为什么？我饭店都订好了。我饭店都订好了。口误，瑶瑶你慢点儿。哎，表哥算了吧，今天不合适。什么不合适？为了今天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安排什么了？我跟你说，那酒店经理那是我朋友，到时候我往酒里下点药。你不是说他传统吗？不是说他们家里注重脸面吗？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那不就成了吗？大清早亡了，还想着凭借女人贞洁留人，你考虑过后果吗？人家家里人是注重面子，可谁说为了面子非得嫁给你呀？没准啊，你还得吃牢饭呢。什么？这不能吧？瑶瑶跟秦江就是刚刚带那么多人那个有点关系。那谁啊？看着不像什么好人。就是个混混。哎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先去看看瑶瑶情况。你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真晦气！今天这事要办不成，那我这药，这都不是白吃了吗？这。喂，我命令你，现在马上到我家来。不来，你还想不想要你的助学金了？我跟你说，哎，我就没怕过谁，我就没怕过谁。贺哥，上次在那卧虎村，那个叫秦江的，一听了您的名号，不仅吓得屁滚尿流不敢来了，还彻底退出了混子圈。这千言万语不如一句话：贺哥牛逼啊！贺哥牛逼！我钱鹤能有今天，多依仗了兄弟几个。这话呀，我就不多说了啊，都在这酒里干了！贺哥威武！贺哥威武！贺哥威武！云顶酒店咋今天这么多人？这么多人穿一身黑，要在酒店门口干什么？哎，肯定是某个大集团在云顶酒店举办年会。谁家好人穿一身黑呀？这明显不对劲儿啊！这你就不懂了啊！这一看80%啊，就是建筑集团的，啊，这工程部啊就得需要这些人来镇场子，不然啊，他们承包的那些项目都不好推进。还是贺哥见多识广啊！兄弟们放心，不出5年，咱们兄弟也能在这里打下属于咱们自己的一片土地。到时候我呀，也请咱们兄弟在这云顶酒店好好吃饭，随便造。干了！干了！江哥好！秦江，这才多长的时间啊，他们就有这派头？这秦江的车子，差不多得有100多万吧？贺哥这是怎么了？认识那个大人物？那气场太吓人了，这真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哎，贺哥，你去哪儿啊？贺哥，等等我们！如烟，这云顶酒店呢是北区唯一一家5星级酒店，那边菜品的味道还挺不错的。今天你不是过生日吗？我呀，特意在那边订了位置。好啊，听你安排。如烟，你就放心吧，
我今天保证让你满意。真把我当成你那些舔狗吗？看我今晚怎么把你拿下。得兄弟们助力，黑龙再上台阶。今日在云顶举办庆功宴，庆祝我秦江能有你们这群生死兄弟。黑龙不仅是我秦江的黑龙，更是所有兄弟们的黑龙。靖江哥，干！靖江哥！今日是庆功宴，一切等吃饱喝足了再说。都坐。好。来，兄弟们。我先去一下洗手间。今晚你是我的。兄弟们，1年之内，我要让北区皆知我黑龙名号，我要让黑龙屹立在北区之巅。诸位，可愿助我？但凭驱使，绝无二心。干！如烟，吃的差不多了吧？要不我们上楼休息一会儿？我呢，刚刚在楼上订了一间包房。啊，我们还是去商场吧。你不是说要给我买生日礼物吗？奇怪，身体怎么开始发热了？如烟，要不我们还是别逛街了。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？要不我陪你一个人过生日啊？过生日不一定要开房啊，我们还是去商场吧。商场你就知道逛街。我韩冰有的是钱，不就是想买东西吗？去逛街之前必须跟我上楼。我先去一下洗手间。楼上就有洗手间，跟我上楼。哎，你别这样，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够长，你让我有点准备。准备什么啊？啊！我前后花了不下10万块钱，你现在吃饱了就想跑路，别做梦了，走！我早就料到你没安好心，刚刚趁你不注意就把我们2个的酒杯调换。你要是再敢纠缠我，我就报警。臭娘们，给你脸了！走，跟我上楼。秦江，这谁呀？这么年轻，还这么大排场，估计啊，是哪个集团继承人。哎，臭娘们，给我站住！秦江，秦江，别拦我，我是秦江的女朋友。秦江，你不是说过你忘了我们之前的山盟海誓了吗？你说过你会守护我一辈子的。秦江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秦江，你不是说只要我做你女朋友的话，就愿意为我付出一切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愿意做你女朋友。秦江，我愿意。秦江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秦江。
起来！人家都没正眼瞧你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只要以后你乖乖听话，每个月我给你1万块钱啊！1万块钱就想包养我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韩冰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被雄鹰呵护过的女人，你一只麻雀，你配得上我吗你？柳如烟，你每天就知道勾引男人，你在我面前装什么纯情呢？我再说一遍，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，走！你想干嘛？你谁呀？有你什么事儿？韩冰，你要再不走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你，好，你给我等着。谢谢。不客气，相逢就是缘，美女，认识一下。好啊。秦总可是风光无比啊，又是给小弟发钱，又买车，又去大酒店吃饭，大集团老板都没有你威风。黑龙呢，现在已经着手下一步发展。这是合同，你签一下。啥玩意儿就让我签？你要承包直大对面的空地，1年30万，还签5年？你又有什么内幕消息？吴院长想多了，哪有那么多地儿要拆迁呢？瑶瑶，我表哥说新生辅导员太累了，他已经跟主任打好招呼了，让你去带老生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为了能让主任同意，费了多大功夫呢？要不然算了吧。不是我说你，我表哥对你太好了，我都没有这个待遇。你该不会还惦记着那个秦江呢吧？你就别的不说，就他那个暴发户，他再有钱能怎么样？他能帮你啊？就算是，那他还能帮你送钱给领导？那领导敢收啊？那还得是我表哥那样的社会精英，才能让领导给面子。走吧。主任。哎，丽丽，事情我都清楚了，只不过这事儿得吴校长亲自定。这样，我带你们去趟校长办公室，我跟吴校长说说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谢谢主任。谢谢你，主任。走吧。请。这合同可以给你签，不过那片地荒凉无比，你要干什么？开夜市。夜市？夜市学院路就有，北区也有好几家，做那个不行。我呀，自有安排。校长，校长，有客人在招待，要不我先出去等等，等会儿再进来给你汇报。有什么事直接说，不是外人。这人谁啊？难道是校长新调来的亲信？是这样，这位呢是咱们学校新来的实习老师陆瑶，让他去给新生班当辅导员，觉得太过冒失了，我怕出了乱子给学校抹黑，不如去让他带老生班，不懂可以学，没经验可以培养，直接撂挑子，算怎么回事啊？他不干让别人干，别人不干让谁干？你去干。老吴，气大伤神，来，喝点茶压压惊。让你见笑了。秦江，校长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？你们俩认识？啊，理论上他带的班级就是我所在的班级。你看你，咋不早说呢？陆什么来着？陆瑶。对，陆瑶，你不用去新生班了。秦江是咱们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，你身为他的老师，要多上点心。秦江现在比较忙，你呢就替他弄弄考勤，年底再给他申请个3好学生，我亲自批。知道了。他凭什么一句话就让校长改变主意？合同的事儿
我一会儿就安排人，抓紧时间集中签字盖章，尽快办好。好，你先忙。这位老师看着挺有活力啊，年轻人嘛，就得多加担子。你说呢，老吴？你去新生班报到。王主任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办。年轻人该加担子就加担子，我们要抓紧让他们成长。好的，校长，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。哎，主任啊，我不去带新生班。这是校长亲自安排的，要么接受安排，要么现在就去打辞职报告。你不能这样啊！你别忘了，我表哥可是给你……闭嘴！你表哥的东西我会原封不动的送回去。你要是敢再这样说瞎话，就别想在这行混了。你，秦江，咱们走着瞧。江哥，对面那片地已经承包下来了，合同马上就送到。你招的人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都是些力工，身强体壮，绝对靠谱。而且啊，我联系了几家大型器材租赁，3天后可以正式开工。商贩那里筹备的怎么样了？嘿嘿，江哥你就放心吧，已经按照江哥的吩咐找了中间人做宣传，放出风去，说咱们要在那里建一个全新的商业中心，摊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约了下午2点在云顶聚会。阿涛，江哥，你去财务那里支100万，记在招商入驻费里。好嘞。唉，最近公司支出太大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新的进项。有江哥在，还怕没钱赚呀？看见没？咱们公司那是做大生意的，动不动几百万。你们俩跟着你陆姐我干，那前途大大的。陆姐，咱们黑龙集团是正规公司吗？当然，算是。那个朱总，这些是商贩代表，是北区1等1的，什么类型都有，特别是美食类，像什么煎饼果子、烤冷面。江哥，这次大概来了120个商贩，大部分都是北区夜市的，还有一部分是流动的。我呢，准备弄个夜市，下周开始正式营业。今天叫大家来，就是给你们送点福利。下周就去黑龙夜市摆摊吧。这些呢是江哥给你们的福利，入驻黑龙夜市，摊位费全免，入驻费每人3000，每个月保底1万，不够1万，黑龙给你们。同意的话呢，现在拿钱。拿着，1个月后多退少补，等你们入住了，1人再给3000。我愿意入住，我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愿意入住，江哥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好位置，先到先得。阿涛，哎，好。对了，我们江哥不差钱，要的是面子，拿了钱呢就得办事儿，对不对？哼，谁要给我耍心眼？江哥，夜市那边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下周就能开。我让人印了一些宣传用的纸巾啊、小扇子什么的。不过我担心宣传效果不太好，要不咱们也上个报纸？报纸宣传效果太差，远不如明星代言。明星代言？江哥，那代言费？谁告诉你请明星一定要花钱啊？我们只要让别人以为他们在给咱们代言就行，又或者说，只要让别人以为他们来过黑龙夜市，并且赞赏有加即可。江哥，你是说最近那个很火的电视剧《一起来看陨石雨》的主创团队，是不是要来松江做宣传？
你去找4个跟他们主演体型差不多的打扮一下，让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黑龙夜市，然后再找人偷拍下来放到网上，让水军宣传。我明白了，只需要拍到模糊的侧影和背影，根本不用拍清楚脸。50万，区50万就想买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网站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叶总，刚刚有人准备在咱们网站上打广告。什么类型？是一些明星八卦。对方说到时会传给咱们一些照片，就是明星逛街吃饭的照片，想让咱们发到网上去。接了，不管他们给多少钱，态度好点。明白。天还没黑呢，去什么酒店啊？我听说直大对面今天有夜市开业，咱们去逛逛吧。那行，那咱们先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去酒店。讨厌。走吧。好看的，好看的，你再靠近，侧着点。对对对，特别好看，看这张照片。快给我拍张照。好好好。黑龙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正宗东北大串啊，谁吃谁迷糊啊！来，小奶糕都来尝尝。纯添加无天然，谁喝谁倒沫子啊！姐妹，快带你男朋友来黑龙夜市，这边可出片了。天哪，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，端木、慕容，天哪！来，端木吃过的小奶糕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快来，慕容吃过的烤肉吃啊，干吃不够啊！第一步结束了，第2步就是宣传。今天晚上，黑龙夜市将会响彻北区，响彻松江。明白，江哥，你这招实在是高。那4个都是假的。到时候真的会不会出来反驳，甚至告咱们造谣啊？造什么谣？咱们又没指名道姓，黑龙公司不会出面指证，更何况他们会不会在乎都两说呢。他们去黑龙露营地了！天哪，真的假的？我们也要去！走，现在就去！风里雨里，我在黑龙露营地等你。这秦江走的什么狗屎运啊！开业第1天就有女明星给他捧场，夜市就夜市呗，还什么露营地？江哥，这是这5日的数据，大致流量以及营业额如下：第1天2.8万，第2天4.2万，第3天8万，第4天9万，第5天13万。江哥，摊位太少了，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。人流量再大，没有消费的地方，也不可能有营业额的。咱们还有很多地方，应该再招来一些的呀。合同拟好了吗？好是好了，就是真的收30%啊！
这么多！一天营业额10万，我们可以抽取3万，1个月就是90万，那一年1000多万。他们恐怕不同意，会闹事吧？谁要是闹事，就直接撵出去。不错，让他们退还之前的保底金。反正黑龙夜市没跟他们签过任何合同，他们不愿意干，外面有的是人想干。只要咱们黑龙夜市持续爆火，就不怕缺商贩。从下个月开始，凡是夜市所需要材料，由黑龙公司统一采代购，告诉他们成本价不会高于外面市场价。同时成立运输队，安排一批兄弟们去干运输。好。电视台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？松江娱乐频道说，只要出10万块钱赞助，就可以联合举办校花大赛了。告诉他们，钱可以给。对外宣称，咱们黑龙公司即将举办北部校花评选大赛，凡是上榜校花都可以获得黑龙公司友情自助5万块钱奖学金，同时可以在电视台宣传。这个办法好。凡是在黑龙夜市每消费1块钱，就可以获得一次投票机会，就可以在咱们的网站上进行评选。商贩们每个人必须人手一个出票机，每卖出1份就要打出1份票据，票据也可以兑换会员积分，享有会员福利等等。总之，就是要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，又要防止商贩们做假账。哎呦，江哥，你真是我的神！啊！黑龙露营地日销30万，就是900万。年销售额上亿！我去，你凭什么啊，秦江？老天不公，老天不公，老天不公啊！叶总，咱们今日广告费突破1000了。那个什么黑龙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黑龙露营地，光他们就给咱们贡献了600啊，绝对的大金主啊！咱们要不要给黑龙他们专门做一个页面推广啊？滚！是。都给我过来，快点的！都给我听好了啊！从今日起，黑龙公司对夜市进行统一管理，所有商贩不得出售任何问题商品。一经发现呀，立即驱逐出夜市，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啊！同时啊，为了维护我们夜市的良好形象呢，夜市呢将会收取30%的营业额作为管理费啊。多少？开玩笑的吧这？凭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们2口子一天在这儿叫卖8小时啊，要耗费多大的精力啊！啊，凭什么收走30%的营业额呀？就是啊，这不明抢吗？当初可不是这么做的。当初让我来摆摊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当初不是说免摊位费吗？现在又出尔反尔，有你们这样做生意的吗？
我们不交，没错，我们不交，对，我们不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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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交可以，那明天就不用出摊儿了。今夜12点，凡是没有签署补充协议的，黑龙将会对摊位进行驱逐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哎，这咋走了？你把话说清楚啊！我就说黑龙没安好心吧，这才几天时间啊！啊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可是不交的话就要被撵走了，这咋办啊？我辛辛苦苦挣的钱，他想分就分呀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我倒要看看那个秦江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。哎，当家的你别冲动，当家的。老王不知道秦江是道上的大哥呀。咱们人多力量大，只要团结起来，那秦江再厉害，还能把我们都赶出去？到时候恐怕黑龙夜市只剩下空壳了吧？对，找他谈判，他要强行收这管理费，哼，那咱们就集体撂挑子，不干了，走，走！哎，走！江哥，他们都到了。江哥，王氏夫妇已经决定离开黑龙夜市，并且将摔酒碗生意无偿转让给黑龙，这是合同。各位，江哥请你们吃水果。我这人呢，挺好说话的，跟我合作啊，我让他有好果子吃；不跟我合作呢，我也让他有好果子吃哦。自明日起，黑龙将升级进行新的大型活动，跟电视台呢共同举行。费用在管理费之内，并且会重新分配摊位位置，先签合同的优先选择位置，都听明白了吗？黑龙呢是一个正规公司，想跟黑龙合作的站左边，那不想跟黑龙合作的直接出去，一切全凭自愿，绝不强迫。唉，你们啊是第一批的商贩代表，站的位置可是最好的。如果你们不想干呢，就尽快把地方腾出来。有的是人想取而代之，这怎么办呀？江哥，其他几个区600个摊贩都已经联系好了，随时可以入驻夜市。我签，我签，我先来，我签，我签，我校长，这是黑龙刚刚给摊贩们敲定的管理合同。黑龙公司对外宣传的营业额是多少来着？ 30万。30万。
1天30万。合同上写的是3成管理费，3成就是9万，那1个月就是270万，1年就是3240万，3000多万，3000多万利润啊！秦江这是要上市啊！校长，黑龙公司是咱学校扶持的企业，可咱学校一点股份都没占，这……闭嘴！老王，你记住，我们是搞教育的，不要弄得一身铜臭味儿。只要黑龙公司的夜市营业额能够保持下去，今年北省10大青年企业家的名额必有秦江一个。到时候啊，说不准我们职大就能直接升到本科院校了。你的目光不要短浅了，还是校长您深谋远虑啊！对了，把这个秦江和黑龙公司高层的履历搞得好点，尤其是秦江，多发点奖状。前段时间不是还给学校食堂捐款来着吗？着重表彰一下，明白？秦总好。秦总好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坐。不用不用。爸妈，江哥不是外人，你们坐吧。坐，叔叔阿姨坐。来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，别拘束。叔，家里的债能还清吗？基本没问题。这些天呢，光卖那摔碗酒，营业额就有2、3万，没啥成本。阿正，叔，啊，这我不能要啊！叔，这钱呢，您千万拿着，就当是我给您二老的一点礼物，感谢你们陪我演了这出戏。阿涛，这2天给你放2天假，陪叔叔阿姨在松江好好转转，吃好喝好玩好，这费用就挂公司账里。谢谢江哥。秦总啊，小涛能被你看上，那是他的福分，命好。他以后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就往死里打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要是敢不听秦总的话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了事儿？黑龙夜市管理合同正式签订后，个月的总营业额为1360万，其中黑龙管理费盈利402万，黑龙运输队盈利60万，抛去各项开支呢，总共盈利361万。江哥牛逼，1个月360多万，发财了！江哥牛逼，江哥牛逼！你们做得很好，我很欣慰。但是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无架构不成体系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黑龙正式分为5个部门。王涛是，负责夜市管理部。是。猴子负责营销部。是。白鹿负责财务部。是。朱正负责运输、夜市管理。魏彪负责安保部，你们2人直接向我负责。是。还记得咱们当初的口号吗？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秦江，大喜事儿哎！这10大青年企业家评选结果出来了吧？我江哥肯定上榜了啊！第1名，力压群雄，一举夺魁。秦江啊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今天晚上云顶酒店黑龙年会，老吴，赏脸喝一杯。哎，你们年轻人聚会我就不去了。人多，注意影响。紧要关头，千万别耍酒疯，出了乱子啊！放心，那我就走了啊。
哈哈哈。靖江哥，我秦江不喜欢虚头巴脑，咱们黑龙年会也没有歌唱功德，今天就一件事儿。好多钱！江哥念兄弟们辛苦，特备现金100万，每人上来抓一把，能抓多少算多少，当江哥发红包去啊！去吧。前世我走错路，让兄弟们落入深渊。今生我入正道，带兄弟们登上巅峰。我愿用今生弥补前世欠下的债。兄弟们，愿诸君与我共登巅峰，与江哥共登巅峰。